人哋蝕錢，我哋賺錢嘅喎。4月2號我哋買入咗10手，去到4月8號我哋追高再追入10手。目前呢個運勢，大家喺投資上邊需要提點大家一句乜嘢話呢？見好即收，見好即收。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去到之後咧就會係另一番景象。個景象就係話大家要小心啲啦，唔好太樂觀，即係有可能會見白露張啦嚇。師傅你好啊！你好啊，張老師。文輝哥哥你好啊 ！Hello，張老師好，各位粉絲朋友大家好啊！係聽講咧就清明時節雨紛紛，阿文輝老師咧就去咗掃墓好消魂，係嘛？消魂係。咁啊，但係要講翻件事，今日早上8點鐘咧，就有一件全世界人民咧都高度關注嘅事件咧，就終於發生咗。因為特朗普宣布咗咧，就話哇嗱，如果咧你哋再唔投降啦，我就發動轟炸，炸到你所有啲電廠爛晒咁樣，係嘛？今日早上咧，哇！當大家一知道特朗普哥哥 Taco 嘅時候咧，全民歡呼喎！阿師傅點解今日紅光滿面啊？因為佢啲亞洲區股市嗰啲帳戶全部都噼哩啪啦賺錢啊，係咪啊？因為我哋個20萬個十盤倉咧，真係升值咗又賺錢，咁啊，梗係開心啦！跟住今晚美股肯定又大升，咁啊，師傅嘅美股帳戶又大賺啊！係啦，咁我哋提醒各位朋友啦，即係剛才講到咧，就係今日咧喺特朗普嘅 Taco 過程裏邊咧 ，AI 個股咧嗰個表現咧都好活躍嘅。咁但係咧今日咧，其實喺我哋嘅呢個進程當中咧，我哋都要同大家講講咧，就係 OpenAI 其實咧佢目前係 AI 嘅明星第一股嚟嘅。不過咧，佢受到後來追兵嘅脅迫，已經令到佢嘅總裁咧感覺咧好有壓力啊！依家咧 IPO 嘅時間表咧係出現咗嚴重嘅分歧嘅因為咧The Information 咧同埋華爾街見聞方面咧就講到咧就話其中一個咧就希望咧早於喺2025年嘅 Q4咧完成 IPO 嘅。不過咧另外一位朋友咧就認為咧公司咧暫時咧未具備上市嘅條件噃，因為咧喺市場嘅競爭當中，即係佢哋目前並不佔有太多嘅優勢，甚至乎佢哋未能夠做到正盈利。喺美國市場咧，大家都信奉咧就係業績邏輯嘅喎。文輝點睇啊？係嘅，因為其實喺成熟嘅一個資本市場啦，包括好似喺美股啦，即係話港股啊，包括係即係日韓呢啲即係比較成熟嘅資本市場咧，其實佢唔會淨係睇你講嘅故事嘅，更加要睇一啲實打實嘅，即係你係咪有收入即係唔賺錢都唔緊要，但係要睇你嘅一個營收啦，同埋你一個增長嘅一個速度咁樣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話咧，咁其實 OpenAI 喺目前嚟講佢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話投入不斷咁投入嘅，即係好似喺高速公路咁樣要先將個基建搭好，跟住先再去變現㗎。咁目前嚟講咧，其實佢變現嘅方式咧，主要係靠一個咧就係嗰個 GPT 嘅一個訂閱啦，同埋 API 嘅一個接口啦。其實呢兩個增長嘅速度咧都好快㗎，每一個星期一個週活用嗰個用戶已經去到10億㗎啦。咁所以喺呢一塊嘅話，其實係 OK 嘅。呢個亦都係支撐佢上市咁高估值嘅一個底氣咯。咁但係接下落嚟咧，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就會擔心啦。咁佢接下落嚟不斷咁燒錢，但係未賺錢，咁可唔可以支撐咁高嘅估值咧？其實呢個咧就係主要喺睇佢後邊啦，即係喺鋪嗰個，即係話包括算力又好啦，包括喺嗰個即係嗰個數據中心呢方面咧，因為佢投入都會比較大㗎。咁所以呢一塊嘅話咧，可能亦都要即係大家如果接下落嚟有比較關注呢啲公司即係唔一定係 OpenAI，可能同佢相類似嘅一啲公司嘅話咧，係要關注佢哋呢一方面嘅，包括佢哋嘅競爭對手啦，
都係要留意嘅。我諗大家要明白咧，就係 AI 咧，其實喺整個核心嘅生產過程裏邊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會不斷地燒錢，而且咧呢個燒錢咧係不可預計嘅。咁佢嘅 CEO 裏邊嘅核心一個憂慮咧，其實就係話佢可能喺2030年咧會燒超過咧就係2000億啦咁樣，係嘛？喂，大佬，咁呢件事咧就的確啦係令到咧就係 OpenAI 咧。原身咧想實打實咁咧做啲事情咧，依家咧就備受困擾嘅。當然，我認為最重要嘅就係啱先我講到嘅一個問題，即係市場嘅競爭太激烈啦。Anthropic 嘅呢個競爭已經咧令到咧佢嘅呢個市場份額被不斷咁侵蝕師傅，到底你點睇啊？你覺得有冇機會 OpenAI 真係今年可以上到市？今年嘅流年運程對於 AI 類個股，特別喺美國方面嘅 AI 類個股，會唔會有幫助咧？OpenAI 睇嚟今年上市嘅喺佢個睇嘅運勢的話咧，咁今年上市就會嗰個機會比較啲，機會比較啲。第二樣嘢就係話，我都想講講就係話，我哋而家暫時大家都好熱刺喺 AI 同埋科技股啦。咁如果投資股票市場，大家經歷得耐嘅，都曾經記得曾經以前都有個科技股熱潮，而亦都係個科技股熱潮炒得好似嘅情況之下都爆破咗。大家唔知有冇？即係唔知有啲嗰陣時有個科網股係啊，大家都投資年期長嘅，咁我都想同大家講，大家仲好熱切喺 AI 呢個科技同埋而家呢個市場上，大家投資都仲好似嘅情況之下，大家要諗一諗，其實嚟講咧，佢都仲會有危機。不過幾時會爆破咧？我哋講唔講住？大家繼續密切留意財源廣進嘅節目啦。講到爆破就必然㗎啦。咁幾時爆破？我諗大家咧就好想知道。咁咧，我哋咁啦，今日咧我哋集讚係嘛？我哋可唔可以集到1000個 like 啊？集到1000個 like，咁我哋嘅師傅咧就提前咧就同大家做個預告，好唔好啊？即係提前咧同大家揭曉。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咧，我都諗緊，如果問 AI，即係你話點解世界各國咧都搞緊央行拋售黃金嘅熱潮咧？咁樣，你話 AI 會點答啊嗱？即刻問下先問先。嗱，依家咧呢個全球嘅央行開始咧有慢慢出現拋售潮喎。首先我哋睇土耳其央行方面咧，就減持咗120噸嘅黃金嘅，講緊係創咗2013年以嚟嘅最大降幅㗎啦。我都好想問下，即係到底振雄老師認為今年黃金仲有冇運行？因為喺過往一段時間，我哋見到當市場出現快速嘅衝撞、地緣政治嘅摩擦越嚟越強嘅情況之下，其實股債係出現雙殺嘅，哪怕係金油同樣亦都係雙殺。再次講明，其實當摩擦真正去到白熱化嘅情況之下，冇任何資產係能夠避險嘅。師傅點睇？喺之前嘅節目裏邊咧，我都講過個黃金咧，今年都係睇好嘅。咁亦都係喺上一期我哋嘅直播裏邊咧，財源廣進咧最尾嗰個環節，我都有講過話黃金睇好嘅，咁都嚟緊呢一個禮拜都仲可以睇升嘅。咁大家如果有睇的話，都應該記得嘅。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去到今日為止咧，啲黃金都有個輕微上升啦，即係近呢段時間有輕微上升。但係喺嚟緊呢個4月17號之後啦，你預佢5月開始啊，5月頭開始啊，黃金就會反而會向高由高位回落翻。咁所以大家如果係單而睇黃金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有持有黃金嘅粉絲咧，就可以喺5月初嘅時候，5月頭啦開始減持，或甚至乎係即係唔好再揸太多啊。咁啊，正而家近排嗰啲央行都開始減持黃金嘅情況之下咧，會導致嗰個需求會減低。亦都喺玄學上睇，就嚟緊農曆3月嘅情況之下，對於黃金呢個投資嘅產品咧，亦都會有啲高位回落跡象。所以大家如果喺呢段時間仲有持有黃金的話咧，開始慢慢逐步去到5月1號之前啦，慢慢逐步見高位就開始就跟啲央行齊咁拋售都得噶啦。好嗱，咁啱先文輝聽嘅時候咧，隻眼仔咧就碌嘅喎。
咁應咁都該咧就俾你睇到。諗緊咧，哇，好似準備聽日啲倉位要處置下咁喎。咁啊，但係咧我都想同阿文輝傾傾啦，因為咧就我認為呢幾個央行咧，佢並不代表咧就全球市場嘅，係嘛？冇錯。因為佢哋各自咧嗰個地理位置咧，決定咗佢哋對於黃金啦嗰種喜好咧，可能冇其他國家嚟得高。咁我哋從即係地緣政治嘅因素考慮咧，同埋咧從呢個外債償還能力嘅因素去考慮咧，仲有財政赤字嘅思考去考慮咧。嗱，我覺得俄羅斯好老實講啦，依家係嘛？你睇下中東嗰邊搞成咁一鑊粥咁，哇！你知唔知幾多國家開始呼籲歐洲？喂，你唔可以再制裁俄羅斯啦！我哋要正常咁購買俄羅斯啲油啊！會唔會俄羅斯係因為咁樣坐定粒六，所以佢覺得喂，橫掂嗰啲油都值錢啦，咁我使鬼揸咁多金咩？會唔會咁咧？其實呢個係一部分一個原因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每個國家每個地區嘅話咧，其實佢嗰個石油嘅儲備咧，其實係唔同即係有啲地區啊，即係好似日本咁樣啊，或者台灣啊，其實佢哋嗰個儲備嘅話咧，其實係即係話基本上係依靠進口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即係點解之前佢哋嘅股市咁大影響即係咁熔斷啊咁樣，咁包括佢哋嘅一個外匯儲備，其實唔一定話有好似我哋咁充足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佢哋會考慮就係話通過去賣黃金啦，即係回籠一啲資金，咁就去應對，即係萬一繼續即係嗰個中東嘅衝突繼續係落去嘅話咧，對佢哋一個即係話能源又好啦，包括對佢哋一個即係話嗰個外匯儲備嘅一個影響咁樣，所以佢哋會去考慮賣嘅。咁但係如果睇翻啦，我哋中國嘅一個央行咧，截至到3月底為止，其實已經連續17個月去增持黃金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咁因為其實一個啦，首先我哋嘅能源咧，雖然石油係依賴進口啦，咁但係其實大家知道，我哋主要係我哋係比較多嘅煤炭，咁亦都係我哋目前嘅主要能源啦。咁另外第二個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喺大力發展緊一啲清潔能源嘅，即係好似光伏即係話儲能啦，包括係天然氣呢啲咁樣咁所以相對嚟講嘅話咧，其實點解亦都我哋咁樣即係話睇好電力呢個方向咧，就係話呢個未來嘅一個替代呢啲傳統能源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大嘅趨勢嚟嘅，即係風光儲能呢啲其實都係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方面嚟講嘅話咧，喺黃金呢一塊，其實我嘅觀點咧同阿師傅有少少唔同即係如果短期佢衝高咗，即係話可能適當減倉，呢個我覺得冇乜問題。咁但係如果佢話回調翻落嚟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實都係仲係可以做一個即係話中期嚟講咧，其實係一個低級嘅機會嚟嘅。呢個喺我哋之前即係3月份嗰陣時，其實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嘅。即係最近一直都喺震盪，係啦。我都話你眼仔碌碌，肯定係即係好鬼有計㗎啦。咁嗱，我建議各位朋友啦，既然師傅同埋文輝啱先有一個共同嘅觀點，喺某一個地方係能夠形成一個高位嘅話，係嘛？大家咪做翻少少操作咯。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如果再回落嘅時候，大家咪再睇我哋呢個財源廣進咯，係嘛？直接問我哋，喂，阿張老師喂，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到底依家仲可唔可以買翻黃金啫？咁咁我哋咪直接就答你咯。啱先咧，頭暈慢啲啦，話喂，最近黃金點張老師？嗱，啱我哋咪講咯，黃金點依家咧講緊咧，最近有個人咧，哇，佢好似喺網絡上面咧，特別喺國內已經成為咗咧，就係呢個流量嘅熱詞佢個名叫張雪咁話說啦，呢位朋友咧，我都好想問下阿師傅，你有冇了解過張雪呢個人知唔知道有呢號人先？知啊，如果你問我，張雪以為係一個女嘅明星咯，都未聽過個名，同埋都唔知佢係男定女咯。如果你要問我，就會係覺得女多咯。嗱，其實咧，我就唔係淨係得阿師傅係咁諗嘅，因為咧我啱啱開始接觸呢個名嘅時候咧，我第一時間都以為佢係一個女明星嚟嘅咁但係咧，我發覺喂唔係喎，點解咁高流量咧？我認真睇睇，原來咧佢係最近咧呢個國內咧一個流量級嘅熱詞佢係從呢個修車學徒開始咧變成咗咧世界冠軍咁我又問下文輝啦，即係作為財經人士，你最近有冇得刷到佢刷
即係刷視頻嗰陣時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刷短視頻咧，就唔係話純粹係為咗娛樂嘅，主要係睇下喺呢個裏邊咧有冇獲到啲機會啦。咁其實我哋即係話，因為喺港股裏邊咧就即係冇呢啲相關嘅，好似機車啊或者係即係摩托車嘅呢啲相關嘅啲。因為你一講汽配啊，你一講嗰啲零件生產啊，你肯定諗國內㗎啦，係咪先？你點會諗香港咧？啱唔係啦，啱？冇錯啦。係嘛？咁其實呢啲股票咧最近其實都升得幾好啊，包括即係話體育比賽嘅呢啲相關嘅咧，即係叫蹭熱點嘅呢啲個股啊，都升得唔錯嘅。咁但係我就冇參與啦。點解咧？因為呢啲基本上咧都係屬於一啲即係話叫游資啦，或者係啲短線嘅資金去博弈嘅一個場，因為佢本身嘅容量太細啦，因為佢呢啲好多個股係啲小盤股嚟嘅，咁所以呢啲我哋就淨係喺度睇表演啦。所以咧，即係當有人話俾你聽，喂，呢個係一個現象級嘅事情啊！嗱，投資嘅朋友你就要認真思考啦，到底佢係咪真係一種現象級嘅問題啊？如果唔係咧，佢會干擾咧你成個投資思路。冇錯。我哋雖然可以喺故事裏邊發掘到一啲亮點，可以話喂佢係代表咧國產替代其中咧一支鮮明嘅旗幟係嘛？嗱，師傅今日要考下你，因為咧。我哋專登咧就同你咧揾咗阿張雪咧個生辰八字，我哋啲小編咧揾咗好耐，好難揾喎咁樣啊，最終都俾佢揾出嚟。但係佢話喂，呢個係網絡版㗎，我唔能夠確保咧佢100%堅㗎。啊，要阿師傅咧考下師傅啦，要佢倒推，到底呢個係咪佢嘅真八字咁樣喎？咁因為咧佢啱啱咧就攞完咧世界級嘅呢個摩托車冠軍係嘛？咁所以咧。喂，你睇睇啦，到底呢個係咪佢嘅真嘅生辰八字咧？咁而家睇落咧，佢本身而家呢個八字咧，天干有2個丁，又有正印咧，就真係似係張雪嘅八字，似係。加上佢日柱係戊辰咧，亦都係對於事業啊、開創啊、發揮啊，同埋嗰種毅力咧。都係強嘅，咁若然咁啊好啦，咁若然咁的話咧，喺網絡上揾到張雪呢個八字咧，我相信可信程度都好高下。咁啊，另外就話哇，咁係咪真係會真係攞到個獎啊？一舉成名咧，就睇翻佢個大運啊！而家個大運行緊癸卯，而個癸咧亦都係個正財，亦都個正財合咗佢個日元木癸合，又合化火，咁啊，對於火又佢個印嚟講，印星嚟講咧，就會有一種一舉成名嘅性質咯。咁啊，所以變得佢喺呢段運同埋喺2025同2026呢2個年裏邊咧，對於佢個事業發展、開創、名譽、地位同埋金錢咧，亦都係喺呢段時間完全。咁嚟到依家呢個時間啦，既然老師話喂阿張雪呢個八字係啱嘅喎，咁你知唔知阿文輝？我第一時間咧，我當時喺度諗，張雪出嚟嘅時候咧。你覺得喂佢有可能會為呢個投資市場裏邊帶嚟邊啲嘅機會咧？邊啲嘅板塊有機會咧？你當時嘅第一諗法係點？因為佢係即係話機車呢方面嘅一啲產品啊嘛，而且佢係做發動機嘅，咁所以其實相關嘅呢啲即係話發動機啦，咁其實呢啲係會有機會嘅，因為佢係會形成一種國產替代，即係好似過去嘅一啲汽車咁樣樣啦。咁以前汽油車其實我哋一直都超唔過咁，但係而家嘅新能源車就已經係形成咗一個唔單止係國內，甚至係全球嘅一個替代。咁所以有可能張雪嘅話喺呢一方面會形成一個新嘅一種，即係話技術嘅一個新嘅領先啦，甚至係超越咁樣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係會可以揾到呢啲，即係如果有咁嘅機會，其實係 OK 㗎。你諗下摩托車其實發展咁多年，已經冇乜突破嘅空間㗎啦，即係已經技術上啊、性能上啊，同埋個速度上已經冇得突破咁多年㗎啦嘛已經。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張雪仲可以將呢個電單車去發展到再更加快，同埋嗰個突破性，即係可見其實冇任何嘢係即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對於任何人啊、年青人嚟講，唔好以為都冇得發展空間㗎啦，冇機會，唔好咁諗，千祈唔好咁諗。即係張雪其實都好勵志啊！即係其實可發展同埋可以再進步嘅空間嘅，真係大家努力。即係師傅真係好正嚟講啦。係啦，因為其實即係佢呢個真係好熱血啊！即係可以叫做一個好草根嘅一個人物啦，去逆襲啦嚇。咁但係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做投資嘅話咧，唔係憑一腔熱血就夠嘅啊。因為所以其實我頭先講啦，就係即係有啲機會，我哋如果係即係話睇得明，
而且係有把握，其實係可以參與。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睇唔明，甚至你覺得佢可能淨係即係曇花一現嘅話咧，咁呢啲就要迴避啦，即係唔係自己嘅機會，你放棄其實冇咩可惜嘅。你記住，永遠唔接機會。巴菲特嘅名言係：我睇唔明啊，我唔玩佢得唔得？冇錯，係嘛？啱啱？係。好，咁我哋睇翻咧就其實我哋剛才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同大家講啦，因為我哋20萬嘅實盤持倉喺呢個操作過程裏邊咧，我哋呢個星期咧都頗開心嘅喎，因為咧我哋咧人哋蝕錢，我哋賺錢嘅喎，咁啊睇睇咧最近咧我哋個交易操作啦，其實咧我哋最近咧係買入咗咧就係中廣核電力嘅，咁啊買入價咧3.457蚊。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因為文輝老師咧就高度睇好啲券商，佢認為咧股票有錢賺，冇理由券商唔賺錢㗎。咁所以咧，佢就話要買入咧呢個招商證券。阿師傅一睇，喂06099啊，哇又綠又9，好靚啊，就買佢啦咁樣，係嘛？咁所以咧當時咧就買入咗咧呢個招商證券。4月2號我哋買入咗10手。去到4月8號，我哋追高再追入10手，係嘛？咁當然我哋嘅康方生物咧，前期咧盈利2%，咁賣出價咧係126蚊4毫，短線獲利千祈呢個時候咧，我哋要講講咧，我哋嗰個操作邏輯啦。因為剛才就講到啦，阿文輝咧就都好中意證券啦。咁所以咧，佢哋強烈建議咧，要買招商證券啦。咁上個星期咧，我哋買入咗一批之後咧，跟住咧今日咧再追高買入一批。咁因為師傅咧當時咧就話：哇喂，06099好靚喎！咁呢個 number 到底有咩特別咧？我都想問下師傅。落後落下偏財，孖九有火運又有當旺，咁又偏財又當旺，好就6099。就係呢個原因啦，係嘛？咁文輝，你需唔需要再強調下點解你一定覺得需要吸入券商類個股啊？係咪因為佢平先？平係一方面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喺而家4月份因為呢啲都係國內上市公司咧，咁佢哋都會公布列一年嘅財報，舊年嘅財報啦，同埋今年嘅一季報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其實券商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其實佢係冇表現過，即係其實佢舊年嘅業績增長，包括今年年初嘅業績都係會增長嘅情況下面。咁但係實際上佢股價裏邊係冇體現出嚟嘅，因為其實我相信而家大部分嘅朋友應該都冇邊個係會去睇券商噶啦，係人哋貪婪嘅時候，我哋恐懼咁但係人哋恐懼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貪婪啲啊？有業績支撐，本身嘅又有性價比又低，係咪？咁所以呢啲嘢，我覺得即係話你只要敢買敢攞，你遲早係一定賺錢嘅。好，咁跟住咧，我哋睇睇咧就中廣核電力咧，當初咧點解你覺得一定要購買佢咧？因為政策利好抑或係你睇好佢個分紅價值抑或係股東增持你點睇啊？其實呢兩方面都有啦，一個本身係有政策一個利好啦，即係佢已經批准咗10台嘅一個新機組啦。咁其實呢個係對於佢未來嘅一個業績嘅增長係一個保證嚟嘅。咁另外嘅話咧，佢目前嘅一個分紅嘅比例咧，其實都係比較高㗎。咁呢個喺港股市場嘅話咧，係亦都會更加受到一啲機構嘅資金咧，佢哋係會比較中意嘅。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佢目前嘅一個位置亦都唔高嘅情況下邊咧，咁其實未來嘅一個空間就係比較大啦。咁包括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未來我哋國內嚟講嘅話咧，即係電力即係話喺光伏風電呢啲係電力會去做一個傳統能源嘅一個替代品，咁樣一個情況下邊，咁其實佢哋係會有一個長期走好嘅一個趨勢嘅，即係呢個預期會比較高。嚟到呢個時候咧，我哋咧要同大家咧就分享下啦，我哋咧呢個投資嘅思路因為咧就從玄學嘅視角啦，阿師傅咧講到喎，喂，依家係咩話？壬辰月，辛卯月，農曆2月。係啦，辛卯月，農曆2月，你覺得即係目前呢個運勢，大家喺投資上邊需要提點大家一句乜嘢話咧？見好即收，見好即收。哇，咁咯噃，
咁今日反彈應該走人喎。因為始終咧，而家我哋去到5月17號就係農曆3月嗱，去到農曆3月，咁就因為農曆2月有種跡象就係可以坐低傾埋一齊。咁啊，所以變得咧，啱啱正喺4月開始去到5月16號前啦。咁啊喺5月17號前都有種傾埋一齊嘅性質，即係好似近排美國同呢個伊朗可以開會傾喎。咁但係傾嘅喎，傾唔傾得成，大家都未知數喎。但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去到5月17號之後咧，就會係另一番景象。個景象就係話，大家要小心啲啦，唔好太樂觀。即係有可能會劍拔弩張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師傅嘅意思咧，都唔係話你即刻咧就要拋嘅，見好就收咧都要睇位係嘛？因為點解咧？今日其實咧先第一日反彈啫嚇。啱先師傅都提醒到啦，地緣政治其實呢件事咧仲未結束嘅咁中東局勢嘅緊張緩和會體現喺市場上嘅波動上邊，但係當然最重要一樣嘢係乜嘢？美國最低畫低個句號，只有佢畫低呢個句號，一切先能夠改變。如果唔係，依然都係風雨飄搖。大家喺投資上邊咧要注意倉位嘅控制。嗱，嚟到尾聲啦，我哋提醒各位朋友啦，一定要記得喺投資過程裏邊，大家需要警醒。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喎。個 slogan 係 keep 住咗喺度，我哋就再講一次。投資涉及風險投資需謹慎。啱先阿月薪3700就話最中意咧就係財源廣進㗎啦咁樣，我都好中意財源廣進，希望各位朋友都財源廣進啦。下次我哋再見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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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